IG 有超過3200萬粉絲，人稱甲礦哥嘅超級網紅嚟咗香港，搞到萬人空巷嘅場面，令好多香港人都大開眼界。其實甲礦哥除咗係大家都知佢係 C 朗狂迷之外，佢同體育之間都有唔少故事同交集。以下係幾個例子。第一，佢駕林寶堅尼嘅車身拉花係葡萄牙國家隊嘅紅綠色，車頭有 C 朗招牌慶祝動作嘅卡通同埋葡萄牙足總嘅會徽，車門仲有 C 朗嘅代表號碼7號。第二，佢參加咗6人制室內足球賽，用遊戲化規則去吸引年輕觀眾，同朗拿甸奴合作推動，令呢個賽事喺全球擴張。第三，參加咗希望之戰慈善足球賽，同亨利、派路、恩尼斯達等球星一齊踢波，直播觀看量突破1000萬，間接幫手提升善款。不過佢喺賽事入面狠踢巴西球星卡卡都俾人批評。第四，2025年摔角界嘅皇家大戰入面，佢頂替受傷選手出場56秒，但俾對手布雷克嘅飛衝肩撞飛去解說台，賽後曬出嚇親人嘅雙相。雖然表演好短，但都為世界摔角娛樂帶嚟超過2億5千萬次觀看量。第五，試過挑戰高比拜仁喺廣告入面跳過行駛中跑車嘅經典畫面，之後因為唔忿啲酸民質疑，再着住 C 朗球衣喺直播同有路人見證之下，分別跳過超速行駛中嘅林寶堅尼同麥拿倫超跑。總括嚟講，雖然甲礦哥係打機網紅出身，但因為佢好鍾意體育，加上佢敢作敢為敢瘋癲，所以咁後生已經成為世界級網紅。相信佢之後會喺體育界同更多領域發揮到出乎意料嘅影響力。